Hello，我係欣怡，今晚7集。識打摸多隻7萬冇人碰，咁就叫7萬啦。1萬而家都冇得碰，咁唔叫對碰啦。選擇正確，贏18分。第二鋪啊，下家咁叻嘅。正經要個500索，有得揀肯定唔揀篇章啦。啊，懸崖勒馬，贏15分。第三鋪叫個3-5索，罰對了，贏12分。第四鋪咁就單掉1筒先。升級叫多1飛，好啦，都係摸3索，贏12分。第五鋪4人抬轎，真係求其打㗎咋。一揀就中，有啲誇張。贏12分。第六鋪唔叫對碰咯。我的天啊！
你還是回來了。贏12分，睇連住嘅最後一鋪。危險危險，打咗9萬先。唔想衝生噶啦，繼續叫6萬咯。結果嚟咗呢隻，如果畀咗2萬我都唔知敢唔敢曝光。唯有紅中打救，贏9分嘅。